Hello 大家好，天水圍樓王誕生啦！我依家身處位置咧就係天水圍市中心，身後邊咧就係呢個 YOHO West 啊，成交咗一單咧最新嘅破頂成交，2A 座31樓 A1 室，使用面積咧696尺啦，成交價咧去到1191萬零1000蚊，即係話個尺價咧17100蚊左右啦，又破天水圍嘅紀錄噶啦。就算當你話減翻嗰個提前成交啊，新地會1萬蚊啊，尺價咧都去到16400蚊噶啦。比12月份咧成交嗰單咧又再高咗100蚊噶啦，再破天水圍紀錄。望一望座樓先。座樓696尺就係單邊最靚呢個落地玻璃嘅大單位啦，3房套有梗廚連工人房。12月成交嗰單咧就係隔離嘅 A2 室啊，A2 室第二隻露台 A2 室521尺就係3房1次嘅單位嚟嘅，800幾萬都17000蚊尺噶啦。一單好彩啦，兩單就唔係講少噶啦。後邊呢度就係一期嘅3A 3B 座啦，旁邊呢度就係柏慧豪園啦。景觀咧就一定係最靚噶啦，望翻向南最靚嘅方向，望晒成個天水圍公園嘅全景啦，極之開揚啦。天水圍最靚嘅兩個景啦，一個濕地景啦，另外一個就係個天水圍公園嘅靚景。就算你話後邊啊嘉湖山莊，如果望天水圍公園咧，都會貴一大截嘅。再望一望呢度就係嘉湖海逸酒店啦，下邊就係銀座商場啦，有大商場，有巴士總站，最方便、最核心天水圍嘅中心點。都係嗰句啦，千金難買心頭好啊！恭喜買到呢件靚貨嘅業主，亦都恭喜之前買到 YOHO West 嘅業主，更加恭喜添。全部賺錢噶啦，因為我哋不如重溫下呢個單位嘅間價先啦。咁一入門口啦，旁邊就係梗廚嘅位置啦。推開道門，雪櫃啊，L 型嘅備餐區啦。佢咧呢隻梗廚咧都係電磁爐嚟嘅，入邊就係工人房，連埋佢個套廁，一樣有裝冷氣嘅。出翻去，睇睇個飯廳同埋客廳啦。飯廳、客廳相當之闊落啦。最緊要望一望出邊嗰個天水圍公園嘅景觀一望無際啦，全部綠化環境，右邊嗰個柏慧豪園嚟嘅。今日又去睇埋啲房啦，入邊就3房2個洗手間，呢個細房啦，同廳一樣方向。望一望洗手間，客廁咧就企缸嚟嘅，上面有浴室寶。呢個房細房嚟嘅，都係同頭先嗰個房一樣噶啦。全部向南啦，望到一個最靚嘅天水圍公園景觀啊！左邊嗰個嘉湖海逸酒店嚟嘅，睇埋個主人房啦，套廁企缸有窗。再次恭喜業主買到個咁靚心水單位啊！恭喜恭喜！